got nothing open the well. Matu body, shut it. Nobody 一摆来到吼，宜兰这个所在，我就感觉这个空气实在太好。哦，宜兰的这空气是有够好的，咱讲实在。就感觉人住伫遮身体就会足健康。健康。啊，今日吼，咱来到宜兰吼，这个所在叫做东山啦。东山，啊，佫是东山河，就是这。哦，东山河厉害咯，好无？像咱台湾真正有够出名，佫足水一条河安尼。东山河每一年吼，拢有迄个过灵船。过灵船，拢伫咧东山河进行。伊迄个东山河有一个河道，迄就是会当互大家来比赛。对。啊，今日吼，咱要去拜访的是伫遮，你看有。这边啊，拢是种稻啊，对无？那南洋平原呢？咱今日吼，毋是去找种稻啊，是要去找种茶。啊，地毋是拢种伫阿里山啊，那无就梨山，宜兰嘛有哦。有哦，而且咧，即个吼，咱要去即个因种茶是组团4代的。哟。啊，今日我带你来遮吼，因为你有听过咧台东有一个博朗大道？我知影。啊，即摆宜兰吼。东山三基川嘛有一条博朗大道，迄是今日拄好落雨啦。若无落雨，你看迄规片安尼吼，金丝丝安尼吼，迄个日头安尼光安尼照落来，哦，够水的你知？啊，安尼哦。嘿啊，这条这规个拢足水的你知？到位啊！我刚到位啊，快咯！听哦，啊对啦，就这啦，对啦，嘿啦对啦哈，啊，等到位啊，我来看卖咧，你看，眼真迄天公子啊！哎呦，我一乱呢，雨全停。真的呢，天公子啊，但拄好我是雨男呐。朋友跟我出门的时阵，拢会落雨。我怪你做啊带晒是。好高木船。高木船对啦，高木船。规排你看，嚯，这个算讲是涉水不离济。哎，你好你好。搞早。突然间你个看天气变得做好诶。啊，天公变啊保庇，天公啊有咧保庇安尼啦。这是高木船拢做咩啦？安怎做？就是互人客体验的。哟，啊，我头前才看到东山河伫咧头前嘛，啊，但是这边就无溪啊。这条吼，古早时代就有啊，吼，啊，就是啊，原来我去进水，啊，而且吼，看倒去拢无物件砸咧，进水对不对？哦，啊，这吼政府吼，为做水料的保护区，伊咧腔我对进水啊，进水，对啦，我讲起来，重要是咱宜兰的腔我对。好，啊，你讲酸安怎讲？酸啊，水啦，嘿，用下咱的宜兰。所以，因为我想讲想无呢，头我才甲这个太上讲吼，这边。这个所在叫做三基川嘛，啊，这个所在是恁宜兰在地博朗大道，啊，博朗大道那有这个高木船，啊，佫会当伫遮过船，你是想无？所以这条上远会当
只要会使过到遐头400公尺，过倒转啊。啊，因为过去向阵，迄个河吼变较下，较下吼船也无法度洗头。哦，所以讲你这船放在这意思是讲，咱若讲观光客来遮佚佗的时候，是要体验，体验者过船啊，啊，就哪看边仔景致安尼足水安尼。风台了后，吼，也是落大雨了后，只无倒过哦，因为吼船啊，迄骑落迄个暴岸边对毋对？伫倒个伫遐个。你跳，你铲的啊铲的当边安怎？啊铲的吼，向阵吼，就无做铲啦。都无啊。收根的时阵倒遐个，啊结果吼，我脸书顶管写写沧海桑田花独木舟，是啊叫沧海桑田，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同一个所在过船啦，后间同一个所在伫挂场啊，就是沧海桑田，同一个所在袂使过船啊，袂使挂场。真欢喜呢。啊，咱遮这伫我头一年几收？一收尔。一收。哦，咱就。景是啊，咱头前遐好无？头前遐，我头前遐来讲看卖咧。船头爱掠好正，啊，较袂起去安尼。船头掠好正，啊，才会得人听。安尼，敢有即句？啊，船尾爱坐好载，才会大发财啦。哦，安尼哦，安尼有押韵，安尼使。你莫看头拄迄个教练，伊咧讲话，敢若拢笑笑。对哦。伊即边打开始到进吼，差不多5年的时间，这中拄去拄着迄个疫情。你想看卖，你开一间店，当要开始的时阵，疫情就来啊。安尼，会拄好呢吼。伊是总算5年真正是靠咱所有朋友吼，斗相挺、斗支持安尼，啊，佫有即个媒体啊，有时阵来报道，啊，所以咧，伊的即个生意才叫救上来。对哦。系啊。乡亲啊，要过桥哦，头前就是 London Bridge 哦。London Bridge.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 我背开始搞，真，唔通起身哦，起身就变准哦。哦。哎呦，好佳哉，好佳哉！你真正爬袂起来哦？出来！你看来，唔通起身哦，唔通起身哦，起身就变准哦。出来咯！哎，伊讲遮吼前后400公尺，其400公尺就长的呢。400公尺以早我嘛有咧，迄个运动场。我感觉讲来遮吼，嘿，佚佗啊，坐坐袂歹，咱讲实在。啊，你讲两个人吼，男女朋友啦。讲安尼伫遮呢，咱要来过船啊无啊？安尼啊。毋过男女朋友来遮过船啊，一个是伊毋是一对象呢，迄毋是彩虹铃呢，对无？迄后壁的人都爱直模仿呢，头前的人迄个姿势拢甲伊共款呢。这过船算一种运动吧？一种运动啊，安尼轻轻松松安尼哦。哪行哪讲安尼。倒顶泥竿，轻轻松松。有无？哪行哪讲安尼。会使洗头，当然。头前的人吼，各只手各进前，来，后后壁人各套手各退后，来，手放在后壁，来，头前塞，你是后壁人，手放在后壁，向头前塞，手对，安尼就洗头啊，有法洗头哦。咱即马较真实的，来，过船向前。现在我们通过司令台的，就是我们的海龙蛙兵部队。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这若是讲哦，雅文啊来，我就甲伊个做头讲。毋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这着爱好好啊讲？为什么？为什么我就甲问讲，你是平常安怎唱歌啊？
啊，你演唱会当时要开始啊。无你这两个问题你嘛当问我啊。啊，你敢有开演唱会？对袂啊？你当时？下半年，我为着你这句话，我即马去，我即马去你开着，开伫倒？开着阮兜客厅。无啦，你袂当安尼，你安尼大细心嘛。来哦，听准哦。好啦，咱拢是港小村的人，免惊。哦，一个早起就起迄个顾船，安尼是嘛是？是啊，对身体真好，咱讲实在。我感觉吼，拄有流小可流汗伫。哦，迄毋那流汗呢，对哦，你要闪着，我头拄安尼腰，安尼吗？安尼腰安尼压落吼，哇，真正，哦，迄科研咱的迄个叫做核心肌群，真高过桥安尼啦。真高过桥。刷来吼，我想要带你去一个所在。迄个所在吼，迄是一间伫咧宜兰在地吼。第一间的哦，算讲是上大先去得到迄个叫做酿酒执照，会当做酒厂啦，酒厂啦嘿。啊，这间酒厂哦，厂长啊，厂长嘿，真有心嘛。讲啦，伊知影讲这边有足侪农友嘛，啊，迄个农友就是有的时阵北美会种伤侪产量过剩过头去。嘿，哦，所以讲伊为地方上遮的农民设想，讲你加出来米。对。我带我来做酒安尼，对，会当来帮因做酒，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安尼，我感觉这太有意义咯。是吼，到位啊咧。经验较丰富嘛。中福，系啊，这间叫中福啦吼。对啦，啊啉酒就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一定是爱安尼爱守法啦，对无？是啦，这就是咱台湾伫咧宜兰真出名的酒造啦。哦，来，哦，咱一未入去就闻到酒香啊咧。哦，气咧呐，就香的呢，水呢。哎，秋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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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太上你好，你好，哦，大日嘛吼，大日你好，你好，你好，贵姓？我姓马，哦，马先生你好，马先生你好，谢谢。哦，我拄也未入来，甲落车尔，都闻到香味啊。对啊，有够香的咧，这。我这个酒厂是足特别的，因为我这唔是做苏酒起来，我是做一个研究案。哦，安尼哦。做一个研究案，因为咱伫20几年前吼，拄买一笔 WTO 的单位，伊惊咱食的米饭盘啦，所以阮伫进前一单做这个研究。做这个研究了后，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无本通做酒厂啦，因为一个酒厂。哦，你原本唔是做酒造，唔是咧做这个。我原本军人退伍的啊。你是军人？海军退伍的啊。你海军退伍？系啊。啊，你海军你是啥物单位的？我海军爆破队啊退伍的。种唱水啊。你敢若有去做过一工的对无？我一工，伊算讲我学长啊。哦，这样，嘿，是，无简单，无简单。所以讲，你也未做这个酒厂，也未做进前，是对这完全是无了解。外行的，外行的。啊，但是什么人甲你教？这就是一个生技公司嘛，咱讲的生技公司，伊做研究，研究好啊了后，我甲刷转来宜兰，好无？你甲我教，慢慢啊来。啊，所以拄头开始。咱唔捌工厂，唔捌做酒，因的人慢慢甲咱教，教到尾啊，这条路出来了后，咱无可能一直靠别人嘛，所以我就甲大学，甲宜兰大学啦，合作安尼，合作就开始去思考这个。我建构合作的对啊。我看到这边的酒，这拢是恁家做的哟。这拢阮做的啊，咱拄着一个足大的困扰，就是甲米做米酒。了无价值，咱的米酒是用的主菜嘛，对啊，啊用的主菜其实就变无价值。啊，咱说袂晓做，咱日本的沙克迄款、乌沙克迄款。这就是我拄头开始，阮伫研究迄当阵对无？做日本的沙克，爱甲规粒米，
甲磨，爱磨爱三瓦里也是，对，三瓦里也是。甲五口的甲磨掉，我做安尼啊。无，这个是米糠，有这米糠了，佮磨落就是咱的白米的米粉，米粉就是安尼。是米粉。啊，要熬的物件，其实这内底的米心，米心是安尼。米心，伊这就是磨50%条啊。咱台湾佮拄着，咱无这个机械啊。拄头开始足艰苦。你讲磨米无机械啊？啊，咱有去日本共请教讲，这酒所要安怎经营，要安怎做？做这粒酒厂进前10档，我拢甲讲我是。咱在地土狗，在地土狗，因为我毋捌去外口，就是咱平家己想的哦，家己想要去安怎做就安怎做。安尼10档了后，才开始甲我的人送过日本，去学，学伊的物件，再搁转来，啊两个去交配，所以我拢甲我的物件叫做啥？台湾sake，台湾米酒，台湾 sake 就是台湾威士忌，台湾威士忌，我甲米酒入去桶仔底，咱的橡木桶内底。伊就变色啊！你这看到这个色，你这我来米做的威士忌啊，米做的威士忌啊。这米做的威士忌。对啊，这真正厉害。威士忌本来是啥物做的？你麦啊？哎呦，麦啊，麦啊，系啊。啊是为什么恁的迄个威士忌面顶有一对这个双对对万年富贵的结婚的迄个相片？对，咱的工厂细啊，咱爱行别人袂行的路。啊，这就算讲是种这个克制化啦。哇，满月。哦，这满月酒，满月酒，哎啦，啊是讲这个唔知影风味面顶敢有甲这个麦仔咧做的威士忌有啥无共？咱南面会使甲试看，真的哦，试看卖。我都有看一支，你讲这叫做南洋米酒啊，这就是咱摕做菜嘛，吃菜东西，煮菜用的，这煮菜用的。这支若落去炒麻油鸡吼。我保证讲你一定化芳。而且这面顶有你的爸爸的相片。因为伊是大股东摕钱来出来互我用的啊。我的爸爸，所以对这会当品到这种酒，感觉到骄傲啦。哦，安尼，爸爸有你这个后生嘛是骄傲。因为咱进前还未开放进前，加一间公司叫台湾烟酒公司。是。啊，所以咱台湾烟酒公司，咱无法度去左右人这个物件。但是我。有法度做一支较好的酒，互咱的消费者来选。有影，就是加生产出来物件有出路啦。对，这我感觉讲这个产业足新的，对不？为农民拍一条出路啦。所以叫威士忌也有米酒，我有听过有人就是啥物物件拢会当下来做酒的吼，比如讲内面有三麦开的啦，哦，这我知。所以我无啉酒，但是我知影，因为我有朋友咧做这土酿酒，哦，合甲钙，合海马，啊，个迄个海马，啊个啥，迄个啥物？蛇溜啦，这就同简单啊！我带你去，我另外一个养殖的区养生酒，这边有养生区哦。有啊。哎呦，咱来看卖啊！咱来看来，做新的呢，做新的。吼，老师，我拄啊吼，本来是看下骹尔，我结果我咧抬头一看，结果是遮尔啊侪鸭伫遮啦，拢无共吗？其实这内底吼，会使做差不多要80几种的酒，拢无共。哟，咱灵感有一种传统的习惯，就是拄啊，你问的有酒类的嘛，养生的嘛。老师，迄敢是甲钙？对，我讲话，伊这内底拢真材实料的。了解。海龙、海马、甲钙、鹿茸，拢伫遮内底。蛇酒啦，吼，甲钙啦，这我拢无啥爱啉嘛。我刚才看到迄个形吼，我就唔敢啉嘛。有迄种较水的、较好啉的酒，今日咱会当小谈者呗。其实是来到遮吼，无啉到酒足奇怪嘛。我有一项物件一定会使互所有的人，不管囡仔是大人，拢会使啉。拢会使啉咩？ 其实是来到遮吼，无啉到酒足奇怪嘛。我有一项物件一定会使互所有的人，不管囡仔是大人，拢会使啉。拢会使啉咩？酒精的度数是零啦，零。老师，这就是咱做阿妈仔鸡。对，这我用咱宜兰的米落去做。然后这个用好烧呢，伊无酒精度，内底有酵素，伊就会使去甲咱的白米的淀粉转做葡萄糖、糖啊，啊嘛有氨基酸。
啊，所以对身体是足好。所以我即马啉到这个气味，伊的糖毋是真的糖，不是，来，内底无加糖这，是无糖啊，无糖，伊本来就是这个纯发酵的迄种对葡萄糖。嘿，哦，哇，迄个香槟的嘿，你爱品酒者，哦，是你偏着尔都有味芳，反正我偏一个，你偏着。真正有鼻芳呢。哦，这是毋是查某囡仔拢就爱买一支回去啉的？对，阮甲设计伫咱食饭前对无？会产前酒，哦，这是特殊的有需要再给的是呢，清酒，清酒，清酒这是几度？酒精度15，无法度啉，太可惜了。品一个，品一个。哎呦，要帮你敲电话无？是讲有些香味会走出来，哦。说的是呢。这我足好奇的呢，因为这支米吼，伊本身是对日本来的嘛。啊，伫日本的环境咧做这个sake，甲伫台湾这种一定有真大的无共。咱台湾的天气烧，有，啊，你烧的话，咱的物件要做吼，伊会反酸。反酸，咱一般的消费者会甲当做伊害气，所以我规支酒是啊，拢为冰箱摕出来。哦有，自头到尾就是你低温的冰度内底。对啊，对对。啊，最爱用温控。嘿啊所以冰箱大部分拢伫8、9度遐，直直慢慢然后走叮当。这个是共款是清酒，这嘛清酒，这个是50%的， 50%，毋是酒精度50%，是五瓦里的，嘿五瓦里的。对。看你真正是遐尔啊零下呢？这支有较甜爽，有较甜。伊米波甲米心都会差差不多10%的样嘛。来，咱会用咱的米去做 whisky， 米做的 whisky， 我这下头一遍。就香的呢，我真讲，这支真正美味死，真的哦。真的。咱若啉这 whisky 哦，会感觉讲足咸的。哎，这支卖，我搁推荐。这真罕咧，互太上会当安尼我讲，啉一嘴，搁一嘴，这支百面吊的，百面吊的。真的。因为我当初甲米酒做起来对无，我号一个名叫圣高粱，我要压高粱啊。对对。啊，结果咱拍袂赢人啊，拍袂赢拍袂来，我就甲这圣高粱拢甲收掉伊。所以我入去咱的橡木桶内底，入去橡木桶内底，伊变色了后，落去加咱倒摊，结婚的倒摊，所以我的介绍时拢特较低，就是我行的路线是婚宴的场合，因为咱这边才要整理橡木桶，其实嘛足难的啦，足困难，足真困难。拄头啊，咱迄边经对无？我内底放84粒汤啊咧，酒要摕出来那剩无一半啦。因为你的温湿度调控袂拄好，一直靠冷气你拍啊。尾后我就互入去铁桶仔底啊，所以无价值的位就是，伊伫橡木桶内底会使计算年份，有，但是你伫铁桶仔内底就袂使。法我用度算年份啊。咱即摆改做橡木桶。啊，所以我毋知甲人客讲吼，这虽然酒放久，但是伊袂使算年份。用米吼去做出遮尔济好啉的酒吼，你总是有一个目标，就讲对你来讲上远的目标，你希望会当到什么款的坎站？我希望有一天，伫日本会使看到我遮的酒。我拢会当啉到咱台湾的这个做的 whisky 吼，用米做的，这我感觉讲这个经验是以前拢无的，而且吼我感觉讲足 surprise。
太上。错，你会记你讲顶届咱两个人去南投去地堡庙地堡庙，地堡庙。迄猪场真厉害。是啊，今日听讲伫咧宜兰在地咧，即间的猪场啊是相当的正气啊。当然啦，我一定要带你这来。间非常的出名，叫做三清宫啊。哎呦，你了解？你看这个风水太水了。安尼差不多坐一轮骑脚踏车3啊半点。我只有当骑脚踏车骑呢。脚踏车有一个车道。今日天气是真正有影落雨，啊若无落雨，这真正景个较水。是啊，你看梅花湖安尼足快的，但是感觉讲足水的。空气足好哟。太上太上，你好，你好，你是助理嘛，太上甲大练嘛，哈，你是林主任吼？是，对，我拄就是想讲看会当是找着主任安尼吼，甲你请教一下。是，啊，因为这个算讲是咱台湾非常出名的这个道观。咱是算示范的庙宇。哦，安尼啊。哇！我即马已经感受到迄个规个猪场就是拢足正气的呢。是啊，尤其是迄个内底还有这个太极啊，吼，太极的这个对两仪安尼。咱的主尊是放在倒一尊？三清道祖。哦，三清道祖，所以讲叫做三清宫。对，咱三清道祖道德天尊、元祖天尊、高定宝天尊，这是三尊啊。嘿，合称三清道祖。哦，是啊，你这个意思。啊，一寡科仪嘛是拢。以道教的科仪来参拜就对了，来参拜。了解。咱道教以道病为大，所以咱插香爱用倒手来。爱用倒手，是，安尼。是。三清宫遮就是拢以鲜花甲鲜果来拜，拢无拜神礼。拜天公。这嘛是这拜，一般人拢想讲这是天公咯，其实唔是。咱这是众神咯。众神咯。是。这人若讲会当清这个水当去，有，我那会真侪人来摕这水当去泡茶嘛。哦，端午节，哟，嘿，足侪排队安尼来摕水安尼。啊，五溪水啦，对，五溪水。这间庙炒偌久的历史啊？咱是伫59年开始起，开始啊！伫60年有甲来政府签，嘿，一个。我那50几年啊啦。主任伫遮偌久啊？我遮20几年。哦，嘛20几年。是。太上，你有感觉讲，遮吼规个主场就是感觉安尼，互你心肝内面拢感觉足平静。足清的。是上简单，咱就爱讲好话。对。嘿，阮家己做起安尼。哇，太上，你今日愈看愈少年。安尼吗？嘿啊，你算讲是我熟悉所有时代里面身体。我时段嘛，我用时段。就讲你有时代的年纪，但是你有少年的身体。哎呦！而且咧，你这个人，我有孩童的思想，啊，个品德够悬，我安尼有讲好话无？对无？爱甲人学咯嘛。安尼啦，安尼就对啊。因为随时代这进步吼，咱即摆庙宇的管理吼，是可能甲以前无共啊。因为咱即摆看起来这庙嘛真大经历，是管理的这个方式，
甲以上有啥物无共无？咱这是以管理委员会的制度来，管委会啦嘿有主任委员，哦嘿，咱委员会是4年选一届， 4年一任。嘿，对。啊，你毋是甲选总统共款呢？是，啊，阮委员会拢是无给职的，拢有几职。无几职哦。嘿，这是因拢奉献，这是敢公营的代志。是。所以你即马你行政主任，你伫遮嘛无几职？我是专职，哦你是专职我有给职，哦伊个有几职，所以我就伊是要加上。是。啊，这个已经有房啊，阮若讲要来住，咱会去申请嘛是会迄是疗房吧，就是讲修行的房安尼啊。算讲云房，咱都讲讲云房，云房分啊，分房就是讲产房，产房啦吼，先房啦。产房。经过一天呢，我感觉伫咧宜兰哦，竟然会当发现到遮尔济，互咱可能英过拢毋捌去的所在。毋捌啦就是讲毋捌发像拄则现的所在。迄个三星宫，我都毋捌去过。我嘛毋捌去哎。呀，真正毋知影。上远吼，上上远啊！我跟你讲哦，你毋是甲讲要去经啥物？种地迄个农家吗？咱今仔日吼，就是要体验，就是你永远啊拢想袂到的。比如讲，咱透早的时阵，你若知影讲水田边啊会当顾船，真有影，对无？这我也毋知影呢。就是宜兰，咱一般就较袂去想到讲，遮竟然嘛有咧种地呢。是，所以讲咱就即摆来去看卖啊啦。咱伫宜兰是安尼种地的啦。听讲宜兰这边的地吼，嘿，有真厉害的，嘿，是会当着奖的。安尼，听讲煞来要去这个地庄吼，呀，因已经是什么新农奖啦，拢去着啊我。拢摕着啊。啊，毋过因可能在地就是较毋知影要安怎行销啦。安尼吗？嘿，所以我是毋知影行销伊遮的这个地的文化就无拓开。哟，安尼咱们参观一下安尼啦。嘿啊。 听讲宜兰这边的地吼，嘿，有真厉害的，嘿，是会当着奖的。安尼，听讲煞来要去这个地庄吼，呀，因已经是什么新农奖啦，拢去着啊我。拢摕着啊。啊，毋过因可能在地就是较毋知影要安怎行销啦。安尼吗？嘿，所以我是毋知影行销伊遮的这个地的文化就无拓开。哟，安尼咱们参观一下安尼啦。嘿啊。 好前嘛，对，好前到位啊，到位啊。到位啊。啊，因组团4代，伊第4代。啊，我先落，啊，你才插较边啊。好，安尼好。嘿，台长，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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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等恁食饭。阿豪啊，阿豪，嘿，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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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这看到这侪变，安尼拢头一名咧。爸爸以早。哇，第一名得顶安尼。哇哈。你好，你好，你好，阿豪，我是大人的。嘿，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阿豪，嘿啊。咱无咱先来食饭。好啊，好啊，行菜练去。谢谢你，谢谢，多谢。哦，你甲看，这办到遮粗糙，这真正是
参天的顶级。有因我转来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甲地就去做新的发展。是哦所以我去甲六口的师傅做这种新的地米，就去做的食物件，这完全拢是地米落去。嘿，全部拢是地米就去做的。真的哦所以你爸爸妈妈这厉害无食过哦。爸爸妈妈嘛毋捌食过。捌哦。你原来是头一届来的安尼。哦，你好气啊！无，我管你的好气。算讲你是第几代呢？我嘛是算起来，以做地来讲的第4代啦。你第4代，所以讲以早就是为祖公啊放这个地开始，就一直咧种地嘛。有种这个物件，地啊、水果啊，然后拢有米嘛拢有啊。哦，你嘛有种稻啊，就对啊。啊，爸爸是专门咧种地，我的阿公，你的阿公就开始你的阿公就开始种地啊。遐阵拢种无偌济，遐用猪头骨的啊。啊，伊当初咧种地，甲即摆种地应该完全无共哦。遐种地上慢的啊，哟，慢慢就是用鼎嘛，较早用茶鼎，用的，遐就骹小亲像骹脱的，用骹脱，较早是用骹有猪头节脱的嘛吼。哦，啊，尾就演变甲用手按骹无水用个手安像咧烂地，手架，伊无偌济就要用架架。嘿，甲即满来就用电动的嘛，电的嘛。电动即摆啊，哦所以讲迄个技术机械化其实以前你拢知影，变到咱地变到啥，你拢知影。手工的烂地啦，要哪用？迄是晓手工烂地较简单啦，哦啊，做地技术较困难。啊，做地技术你嘛知影嘛对无？毋是做地技术，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个师傅做的技术。拢无共拢无伊拢够手路啊。对对对。是安尼。是。嘿啊，咱先啊，做一下。啊，这是用地落去做挂包，然后内底有迄红茶酱落去用。是哦。啊，这是用迄阮的红卤酒，红卤酒加红茶去做迄虾啊落去做虾啊粒安尼。然后这个就是用卵落去吹，啊，毋过内底有放着茶。嘛是地。嘿，你茶啊，佮就无怪迄个两个色水，就是敢若有迄个有茶味的迄种。然后这是阮这边的，一定爱食的平安糜。平安糜。嘿，就是阮过年庙遐一定爱食这平安糜。一定爱食啊，毋过这特别是阮内底加乌龙茶。是。乌龙茶。乌龙茶放伫平安内面。嘿，啊，内底佫放个鸭卵，阮这边鸭卵真济嘛，阮饲鸭，伊然是饲鸭嘛。哦，对对所以对对。用青的鸭卵，然后去批蛋。皮蛋，皮蛋。我叫皮蛋，我皮蛋哈哈的，啊，那加加的怎落去煮安尼？咸鸭卵，咸鸭卵，嘿啊，3种落去做的平安糜。安尼个咸糜。然后边仔是阮的这边宜兰的做的乌猪肉，乌猪肉，咱宜兰有饲乌猪肉，然后宜兰饲乌猪肉，然后配迄绿茶酱。绿茶酱，嘿，啊，这是麻糍吗？这其实毋是麻糍，啊，毋过伊就是做啊，真像麻糍。用芳哦。放落去做，然后做甲麻糍感觉，啊，毋过顶管主要是迄个。绿茶的感觉，对地酒去做的，来大师来啊！大师嘿，来，拜托。这种地方哎呦，水个！这师傅安怎称呼？伊嘛叫哦，嘛是阿福啊，阿福师啊，这是阿福师啊，这拢你家己想的，对，你家己想的，对，真牛啊，真牛，真牛，这地下落吼，上界惊是惊啥？惊啦，惊会苦，但是伊袂。对。颠倒有一个甘的滋味，对。迄地巷边啊，佫开一间餐厅，咱讲实在，真高煮，哇！即摆咱宜兰这边讲正熬煮跟正少，正熬煮这个正那个正少，真一定做少啊吼。我都听着伊讲真，安怎，我都听讲。咱宜兰这边相当未讲，较安尼讲啊吼。较大伙咧讲。安尼我会当请教一下无？恁敢知影洗澡？洗文书啊！哦，对，对啊，这正宜兰人啦，嘿，洗文书你拢会讲洗文书啊？洗文书是阮以早听着嘛，甲做啊，即种电视角就用洗文具，哦，这种便器，因为电视8点档拢会变。安尼就拍算就可笑啊，这是一个文化。所以讲，你当初啊，你囡仔的时阵，爸爸会讲，紧洗文书会安尼嘛？哎呀，阮真皮啊，对对，去用拍的，去洗用洗。我洗文书差不多啊，洗文书无啥物变，但嘛是讲啊洗文书。对哦，做茶吼，你是原本就想要接，还是讲你原来有其他的事业咧做，啊，就要想个倒来厝接？无咧，其实我本来真讨厌茶，你本来做讨厌茶，你有爱啉茶？因为茶迄苦嘛，少年苦加苦，然后嘛无以前嘛讲无好面，所以拢会去啉茶。上惊是讲固定阵爱帮厝的爱顾茶，啊，像早起2、3点，都爱起来，起来甲慢慢退换。毋是叫早起2、3点，叫半暝。半暝2、3点，然后就是困拢困袂饱，所以样子就是讲啊，我绝对袂做茶。然后个样子爸爸就问我要做茶，我讲我袂做茶。啊，是啥物情形，互你想着讲，啊无我就转来做茶？
主要迄阵我伫路口，因为我以前是食头路是食啥食头路是食电脑程式。哦，你是工程师哦？嘿，我工程师啊。写程式工程师。嘿，啊，毋过做者较钱趁钱就真忝，因为规工拢伫遐电脑遐甲电脑讲话，袂晓甲人讲话。因为甲人讲话是我以前较细汉的我较介意甲人进行。所以讲你较爱甲人交陪，嘿对，甲人讲话，甲人开讲，甲人互相有一个来往安尼啦。啊，做偌久呢？做差不多7、8年吧。7、8年嘛是真厉害，做开是顶端呢。系啊，反倒甲打是爸爸的，讲你去，结果上反对的是，对对，爸爸本来是叫伊要种地，讲即摆工程师做好，你佫干要种地？伊叫我莫种地，然后去楼口较好着，我叫，嘿啊我转来呢，我无话讲，我直转来，啊伊就是，你就直接转来。我直转来，哦因为我经过伊的同意就直转来安尼。爸爸看讲，你转来变嘛？安尼嘛？就是找我情形，啊伊就戆面去啊。爸爸你哇，你迄个时阵咧想啥？讲这个囡仔哪安尼哟？嘿啊，工程师袂要做，伊是本来工课遮好，啊，赚的佫真多，啊你伊要转来拢无甲你参详，拢无。起码真歹。爸爸甲爸爸起码真歹嘛是，我就起码真歹嘛。到进嘛就袂爽的啊，无啥物好啊，讲的啊。你有甲过以后交无？拢无。啊，你甜甜安尼？无啥爱讲。无啥来讲。啊，妈妈咧，妈妈你会反对？妈妈咧？我嘛是会反对啊。你会反对哦？啊，你反对你会生气，会有发生地袂？会啊。会哦。你甲讲安怎？我讲你转来，人即马算地销路无好，嘿，我想叫伊莫转来。我拄当时阵是华人地多，大家较毋知影，所以真侪拢华人地。啊，华人地拍阮家己咱台湾地，啊叫大家讲啊遐俗，台湾地遐俗拢图便宜卖啊，叫大家毋知影是华人地，所以让阵阮兜的地叫拍真。哦，你讲叫越南地拍着，对啊，有真侪拢即马吼，我都本来我想要问，因为有真侪人讲这是高山茶嘛，佮南一寡俄罗斯乌鲁木齐茶咯。嘿啦，伊即马拢越南是越南香嘛，俗济啦。工厂做罐头地就是讲嘛是香嘛，香嘛。所以爸爸样阵当阵伊就拄到这个问题样阵，然后对于家己地方真无自信，然后拢讲家己地真歹，我感觉讲家己地真歹啊，你啊卖地。对啊，对啊，所以因当时就讲啊，叫我莫转来做地这个原因。哦，所以讲你当初转来是要甲解救的就对啦。爸爸，我现在想啊，伊无。我转来了，免惊，来你这边小坐一下，起码我来换，是安尼吗？我现在想我安尼讲，你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是啊对啦。哟，啊你啊，当初讲袂清白，你就讲这安尼，你就叫你袂退休呢。大家冤家。差不多是安尼，啊我就开始去越南。伊肯定一定会，伊肯定一定会有冲突就开始啊，会较新的观念，要安怎种，安怎用什么方程式有诶无诶？爸爸会甲爸爸讲袂？我甲讲，毋过伊无爱接受啊，伊感觉就是用伊诶方式落去做。例如我做有机这代志，有机地是真麻烦，真麻烦。讲我听做较济哦，头前扑后壁，扑到后壁迄只，臭靠袂了。头前过来个扑啦。哦。你一感觉你电话咧啰嗦，要扑臭落，反臭口臭。因为今大家要样阵大家要食健康，对，然后我搞这机会，所以我甲爸爸讲要做有机的，然后毋过爸爸就真惊讲啊做落去要袂送，然后工钱又贵啊，搁啊卖了贵，啊就袂送，啊就真反对，然后就甲伊就开始伫遐一寡袂拄好啊。系啊，咱讲一个标示啊，一般咱种的即个地一斤，咱咧小卖是咧卖偌济？小卖差不多以前差不多1500至2000。1500嘛，差不多咱这价钱拢差不多。什么地？什么乌龙地？乌龙地，乌龙地。啊，咱若讲有机料呢？有机料差不多会使3倍。哦。因为成本较悬啦，啊因为量较少。 3倍啊，毋就4、5千去啊？差不多5、6千。5、6千去啊，一斤呢？因为成本加起，嘛加起嘛。啊，但是迄个风味真正有较好吗？爱看做啥物地。所以样阵爸爸因做乌龙地，咱要变甲高山饼，无较无迄个机会嘛，所以我要做红地。啊，做红地，哦，做红地。啊，爸爸样阵看红地看真水小，就讲，伊就感觉讲红地咧上物件，你创要做红地。哟。然后我就是从做有机以后，搁后壁做红地，啊伊就愈袂爽。愈反对。安尼。啊，好，你袂爽无要紧，袂爽了。是毋是有成功啊？咱讲实在。后壁其实我就有找到市场嘛，后壁样就台北真侪朋友，我就先走去台北买，
然后叫台北未高级的这个红茶，像迄人农民咧摆市，哦，我知市我知集啦，我市集啦，然后小农市集，我知我知。然后叫人看到，叫台北人面了，真介意。然后介绍佫是阮乌龙茶2杯。是。对，爸爸开始去慢慢较甲人去带，爸爸慢慢接受。无一开始伊感觉这做咧小第三袂来，就遐就逐工咧冤家，然后冤家我把赶出去。毋是爸爸，你看伊的这个卖出去找着市场，卖了好，你有甲学落无？为何咧？是啊，无希望去做。哦，你原来到今日原来是无希望去做最有机的吼，我请问，其他就蜜香红茶，我毋知呢。翠华，哦，蜜香蜜香是倒来的，沿岸有啊，小叶你尝翠华，哈，翠华当作你啊，伊也甲你食的时阵，你菜讲你拄食着翠华调调时，后来都无味啊你，迄翠华走，而且采翠华来，迄个叫沿岸味，蜜香，哦是安尼来。哎呀，啊伊个物件加了，伊加了拢乱毛。拢揪起啊，伊会揪起。伊汤叫素嘛，伊即摆沿岸食了，把你的地当心就甲素心，啊你汤叫食了，你地就发袂起来。所以是毋是足少？啊，你看到叫人加，爸爸就唔甘就加，啊，这地菜也无好。所以等于是讲你踏着伊的骹踏3届啦。第一个就是你因为转来做嘛，吼；第二个就做红茶嘛；第三个佫做油机的啦，吼。就是安尼好，安尼我知。即马就是讲，即块油机的，即块地是按倒位来。你要种嘛对无？冤家出来，你去争取的，迄地嘛较远啦。啊嘛，去管理嘛较麻烦。较麻烦。啊，变讲我甲冤家讲啊，你若讲无你即个地帮我做安尼。对。啊，即摆有豆豆接受无？看到钱就收啊。我钱拢有摕倒来的。好敬意是。钱拢有摕倒来，所以但是这是一个心意啦。嘿啦，这心意。所以讲爸爸毋是要讲学落的迄款人，袂讲学落。我会讲咩？哈，啊，若讲无咩就是，默认啦吼。是毋是咧？无 OK， 啊，就讲学落啊啦，比赛的人拢安尼，嘿啦，就较调底的。啊，即摆市场已经拓开啊，拓开啊，然后因为这站是15年啊吧，做15年啊。15年。然后这大概慢慢在阮的品牌啊，这品牌慢慢起来以后，阮就开始慢慢做新的转变，就是这啊，拢是阮做变化呢。爸爸即摆有较安慰无？咱讲实在。无啦，因为我是安尼知，甲种来咱教的对吧？咱那退休啊。准备退休。哦，你准备退休啊？哇，啊，这间是真大间的一个渔场，对无？啊，但是我感觉足奇怪呢。早时啊，咱毋是讲应该是中正地的满地才对啊，是毋是安尼？啊，较会讲早时也无去恁兜满地啊。无，因为阮伊遮多落雨啊，多早起嘛，啊袂遐大，所以讲无就先朝伊来哦，渔场渔场，我知。啊，我啥意思？满地袂使有漏水啊。哦，为啥袂当有漏水？有漏水就是伤湿啊。哦，伤湿啊，是毋是安尼？对啊。哦，了解哦，原来是安尼啦。刚食的，唔食迄鱼仔料理，地料理，然后加鱼仔有咧牵连。哦，有牵连，所以讲你带阮来这间渔场来看卖啊，就对了。这应该莫瑞雪。莫瑞雪，应该一般来讲，咱的设计，徛喺遮是位应该是头家啦。哦，这个是头家。因为按照电视的这规格来看，拢安尼。或者啊，连面啊变一声咯，这位安尼啦。哎，歹势，借问者吼，
哇，有哦，哦，你好，太爽来，你是头一代吗？第二代嘛，少年党的啦，少年党的啦，安怎称呼？我辛苦。哦，胡老板许哦，演武许啦。啊，这间鱼厂开咧遮开偌久啊？自做好到即摆然后4年。啊，你若第二代原本你毋是做饲鱼的吗？我做餐甲做大的。哦，安尼哦，所以你是总铺师就对啊，做食的啦。对，这厉害呢。因为我看你这写的是科林渔场嘛，啊，但是你写的是米多利卡瓦 fishery， 米多利卡瓦就绿川呐。啊，对，有没有绿川呐？因为边仔是安农司啊。哦，主要是讲林港想要出口日本。哦，啊，所以讲先号这个名啦。啊，所以目前这个你的渔场内面一共有几窟的这个池啊？22窟。是新良鱼吗？新良鱼哦。哦，听讲这新良鱼伊的这个鱼骨，嘛是真有价值。对。新良鱼嘛是水质还好呢。对啊，伊遐温度18度。18度左右。这几年啊，足歹过，因为天气愈来愈热，水温愈来愈寒。对啊，足歹过。你若讲天气较热的时阵，要安怎控制？咱就是尽量把室内温度控制好，莫压寒伊。哦。所以我就起这个厂房，啊顶头搁看太阳能板。安尼，哎呦！所以我若到热人的时阵，拢会比外口搁较低8度到3度。啊，所以讲你这个太阳能板是毋是会当省电？对。嘛是会当省电。啊，一个月才省发电啊？一个月才省咧偌济？几千块啊有啦。几千块。安尼嘛是。嘛是袂歹，环保啦，对啦。啊是讲哦，头拄讲啊，遮尔啊科技，哦，遮尔啊看的所在，我头前搁有看到，敢若是电脑呢。这是阮的水质的控制系统，咱厂内底全部的水质。拢会现点的遮。老师，这 F1 就是 F1 迄窟，对。F2 就是 F2 的迄窟安尼。哦，安尼。啊，每一窟拢有嘛。你看，即摆控制水温是偌济，酸碱值是偌济。哇！啊，除了这水质以外，咱即摆还有影像分析。哇！佫会当安尼看呢。因为即摆鱼啊排气啊，所以咱就用这个系统吼。去看讲伊行为敢有啥物变化，提早注意下，预防啊，嘿。这套是啥物人介绍你讲会当安尼用的？因缘际会，我无小心去人厂会共参观啊，结果来就是厂商。我问我头家是对我，伊讲我毋是头家，我是做水质监测的。安尼，啊，所以你当初也是总铺师吗？啊对，伊个时阵拄好要做这场，啊，去边仔共拜访。哦，了解。所以你当初啊，你是。当想要开始做命，啊，唔知这条路要对开始安尼。厝的就第一代因咧饲鱼啊嘛。了解。啊，咱就专门咧杀鱼啊。有。杀鱼啊，煮菜啊。咱专门咧杀鱼啊，杀到好免比啊。其实来讲啊，我来做这场正经，我饲鱼啊袂超过1个月。啊，你今仔时代你唔是有甲爸爸斗饲吗？斗台呢，我斗饲。唔捌斗饲，哟。因饲鱼啊，无我绑。安尼，唔是讲你去就会使饲呢，一天固定有偌侪料，当时也爱饲。唔是你讲兴啊，你就去压一百啊。那是无简单。啊，老师，咱即摆是看这个图是安尼啦，咱会使落去袂哈？哎呀，我拄好即工要出货啊，啊，恁就来帮我斗料。安尼，咱较等就是用迄个网仔去安尼甲。对，但是即摆爱先饲鱼啊。先饲食饭就对。好，等下再来讲。好，再讲。饲啥早顿的？我讲连面吼，你若有啥物问题后啊，你就做你甲问袂紧，因为你今日来这是咧看料的，你知影意思无？我是钓鱼啊。嘿啊，譬如讲，伊在做一个的，你就是来看料，都是料较好，我要搬转去，你知影意思无？无转去。嘿呐，就是安尼咩？啊，老师，咱即摆好，咱去来顶头饲，恁先去。别去啊！啊，小心。你有感觉讲会有啊咸的？咸哟。哦，因为我人会感觉会咧嗲安尼心一个感觉呢。安尼哦。哦，袂得集中。好来，家无就在。你真正你真厉害呢，你敢若行足在呢。自细汉行到大汉。是哦。较早敢会使行15公分，即摆搁有20公分。安尼。啊，咱即摆要饲就是讲你饲啊吼，啊也要开。
了解。摇开吼，甲每一只拢食会着。老师，这我来。手向顶头。来。吼。安尼个压嘴。哦。规排，像这我摇一下你看。好。啊哦，做远的呢。嘿啦。OK。哎，卖水身躯哦。天女散花。你刚刚压一丸。哦，有进步，有进步。OK 咯。有进步，有进步。嘿。哎，拢为我来呢，老师你甲咱压落，规拢为了遐呢。对啊。是讲伊主要这个饲料内面下是啥物物件啊？伊有加益生菌在内底。益生菌。对。哦，真好呢，讲非常好。我今日早上拢还袂食益生菌，鱼仔拢先食呢。手向顶头，天后开压出去。袂使压一丸，爱天后开压线。啊边啊，中央也会吸出去，会漏掉去啊，压到边啊。嘿，对，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你有看到你后壁，迄孙龙鱼足大只。嘿。你即摆甲老师安尼牵条条，你是安怎？我要甲你牵条条。哇，我倒啦，我真正搬落啊。行。好 ，OK。哇，这有够大只。哦。这款啊，有8年无？差1年，7年。7年吼。对。这是挑工留落来，你做鱼子酱。对。啊，就是讲，即尾鱼啊，差不多8年，才会有卵。哦，8年才有卵。所以讲，这原来是一个真高工的一个行业呢吼。伊的资金爱够，空间爱够，时间风险。嘿，对。所以为什么鱼子酱较贵？对啊。就是因为安尼啦。其实你若饲这个鱼，你根本就无才调通去出鱼呢。你若出去佚佗2、3工，哇，鱼啊全拢乌有鱼。我顾调调啊，就变做是无法度。是啊，就是去台东，你去看白虾咯。去甲伊参观2工，对。转来了100万。哎呦！啊，你可袂晓交代讲下手会咧做这吗？不要救啊！哎呦！老师，这开始无简单的，咱讲实在。风险足大。风险足大。丢了，嘿，丢。来。哇，啊无即摆创啊？我都开始。鱼啊，好嘞，好嘞。啊，即摆鱼啊拢藏在内底嘛。哦。啊，选一位该扣起来。安尼啦。好，啊，围入去，海哥。嘿。即个该扭起来。啊，网啊，行去伊的下骹。啊，互你围起来。杀过。杀过，安尼做做啊。咱这边出8只尔。哦，差不多6公斤。这6公斤呢？这种大只爱先出。你饲要差不多3年哇，辛苦钱啊。辛苦钱。恁做地是1年几收？6收。1年6收，啊，恁是3年1收安尼。3年1收啦。算讲是安尼啦，吼，等到伊大只3年才有法度收嘛。对，哦。皮毛跳，会跳呢，选大只的，甲伊的路挡好条，摕起来，搬过。水，好，换大嘞。来，你来徛遮。哟 ，OK 啦。这只。很重哦。水，咱是逐工拢有通好出货吗？无啦，即尾鱼啊较高贵，毋是逐个餐厅拢有法度用。即摆大部分拢是迄个米其林餐厅啊有菜单料理的迄种的吼，伊较用会起啊。有啊。对啊。哦，有。哦，
哦，对，哦，不能安尼，搁两只。两只。哦，紧哦，紧哦。哦，好，一只，最后一只。这只。哦，这一只比较肥。嘿嘿，对，这只。哦，哇塞！哦 OK， 哦，好。这个叫做什么鱼？莫瑞雪。这就是莫瑞雪。嘿。纯龙鱼，纯龙鱼拢是啥的？啊，这是香鱼、鲫鱼，啊，老一辈拢叫伊鲫鱼啊。啊，鲫鱼。但是这个鱼啊，这敢有吃？啊，有啊。我头拄外口有水车啊。所以就是无包括伫咧这个室内的22区内面啦。伊一定爱晒到日头，所以一定要去室外。哦，啊，这呢？这什么？啊，这柠檬汁。伊的软骨啊，落去炼的。软骨落去炼汤吗？龙骨冻，嘿。啊，这就是莫瑞雪，这莫瑞雪，咱拄啊高的，咱即摆为鲟龙鱼上原味开始食。这鱼青啊，这就是沙西米安尼啦。好。有香吼，有香，有香吼，有够好食。一点仔土味都无呢？为什么？安怎用？你是安怎处理？你看咱拄啊落窟来的时阵，迄窟来偌清气。会啥有影？啊，拢无味呢。阮管理了真好，足清气，足厉害呢。所以讲对这足要求的啦。对。因为这食品的安全啦，吼啊，饲只鱼的安全。对。啊，清气上啦，拢足要求的。而且这个鲟龙鱼，你头拄有食到迄个油火的所在真高，真好食，真 Q。对，迄个爱靠饲料啊。头拄伊讲，迄个饲料内面放的是益生菌。迄是甲海洋大学的团队去合作。所以讲，你原本做的是做中破西嘛，做餐厅。做餐厅。啊，落尾互你想讲要为下沿的，搁做转来顶沿来饲鱼啊，是啥物？这动机开始原因是啥物？我其实退伍就跟阮爸做要25年。哦。啊，原本就是鱼仔场哦，搁转餐厅。啊，餐厅搁转大，安尼做25年。啊，就25年做甲善啊，拄好有这个机会，厝的顶遮10几年前就买这块地啊。原本嘛是要做民宿。哦。啊，我感觉你做这较赢，咱讲实在真正。7、8年前，咱宜兰县做大的咯，已经算讲100嘛。对。啊，你若搁要投资哦，迄就是要投资真侪钱。是。啊，所以我甲阮爸讲，啊无我来。过来开发这块地，安尼，啊是开始会反对吗？伊嘛无反对啦，伊嘛是较早就去饲啊。哦。敢是伊感觉讲歹趁。啊，爸爸即马咧伫咧厝诶。无，伊爱顾3场。会顾3个场哟，顾3个场，伊咧走。这场伊是拢来看看的呀。哦。伊无啥物意见啊。无啥物意见。我顾了真好。所以讲这场交你家换啦。拢家换。啊，伊无要插啊？对啊，较早拢缀伊做嘛。啊，即摆有这场我家换。啊，你有要立一只好劲的这个税金无安尼？哦，一定爱啊。所以讲这味，原来是你去鉴定过的味。你会感觉讲，甲你甲外口食到无共，也无共，迄口感拢无共款。太好吃了。我当初嘛是因为伊足好食，有够好食。再来饲这尾鱼啊，但是这尾鱼啊真正是太歹饲。为什么伊入来台湾吼25年啊，即马养殖户愈来愈少，剩差不多阮宜兰县5个人咧饲呢。5个人咧饲。啊，人咧讲吼，明知山有好，偏向好山行啊。你是为什么明知影讲啊，就这尾鱼啊，遮尔啊歹饲，你搁坚心要去饲这尾鱼啊？啊，当初我去朋友遐掠一尾转来，就用塑胶袋啊换20分钟到厝的，还袂死。啊，搁活的，所以伊生存的迄个力量足强的。对，啊，阮鳟鱼咯，你估起来10秒钟，
搁下落伊就冰冻。啊，我毋知想讲啊，即尾鱼啊，迄生命足勇的啊，啊无来甲伊试看嘛。像咱试落了，代志就对啊。即尾鱼啊足巨毛的，你啊水一变化对无？伊就去夹别人。啊若食无饱，大细顿，一工饲5公斤，明仔载饲1公斤，伊腹肚枵，伊嘛去夹别人。啊，即工也去笑啊，伊嘛去夹别人。攻击性足强。对，伊是食肉。伊食肉啊，所以头拄即个心凉鱼是用益生菌嘛，啊，伊是用啥物？饲养素。伊落去做迄优格菌。啊，毋过你讲伊食肉，恁哪无饲肉？饲肉吼，对阮来讲，伊的水质的污染会较重。哦，对吼。所以讲，咱这拢经过试验过啦。对无吼？试验低点会有失败，捌失败吗？捌啊，一定有失败过啊。有。一届了200万。200万？无啊，即摆交啊差不多啦，3年4个月交完啊，即摆差不多出师啊。出师啦哦，出师。来，是用盐去煎尔。这淡薄是安尼啦。这叫龙骨冻。龙骨冻。哦，安尼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生理发达，安尼好无？感谢。哦，安尼啦。来，小敬。龙骨冻。其实6月份有一个日本的勇进协会要来参观啊。来这哟。 6月份。哦，安尼真好咧。咱会当做甲变做，互日本人来安尼参观学习。咱这新加坡、马来西亚拢已经来过啊，马来西亚伊个水产协会嘛有来参观过。安尼真好。 私の愛人聽講你台灣，唔驚風雨，這條都是那水。想袂到伊煞你拄着是驚，我日日思念，煞變空笑夢。我日日思念，煞變空笑夢。It's really hard to believe. What can I do for him? I give all my treasures to people who can help you. That's that when you cannot feel and you will be everything. Let's get a rainy necklace, here and out in long case. Crown the baby long past, so good of nature. I live Kishi.
着较惨死。I cross the sea， 拢是为着伊。山山起，爱着较惨死。I cross the sea， 拢是为着伊。山山起，爱着较惨死。I cross the sea， 拢是为着伊。山山起，爱着较惨死。I cross the sea， 拢是为着伊。哦我伊达，哦我布鲁萨，嘛嘿萨萨，嘛嘿萨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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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出名，马路水，放假就到新家水。朋友啊，来佚佗，有啥我就出面，哎呦哎呦，哎呦较惨死耶，山山起耶，哎呦较惨死。When you got nothing, just like me. Yeah.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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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对，你看，这就是阮在宜兰在地真厉害的乐团，乐团哦，叫东金星。东金星。哎呦，哦，东金星。哎，先请因来坐好不好？哎呀，来，当这老师来，乐器声哇，加太厉害了！为外口刷来内底，对，因为外口渐渐在落雨安尼啦，吼，啊哇，哎呦，好壮诶，安尼，哦，互你来安尼泡一下茶，我记得我走地。伊迄茶拢因兜诶安尼啦，啊，就尾咱哪啉茶哪讲安尼，在地上有名红茶。红茶哦，咱今日哦红茶，赞，就是伊种诶啦，其实有机诶红茶就是这啦，哦，咱先来评判一下吼，太好了。啊，感谢阿福先呢吼，甲咱介绍咱这在地这好诶乐团，是啊，咱对这个团长开始好啊。大家这个好，嘿，我是杨地炮，叫我阿婆啊就好。阿婆啊，扑啊，哦，破啊啦，啊，你主要负责的乐器真特殊，来看卖啊咧。这就是声，因为我咧看伊咧分即个声的时阵啊，我感觉讲伊强要袂喘气安尼，伊是咧换气，真厉害呢。对啊即若讲迄肺活量无够，可能无法度。还好有练过啦。啊，老师是为囡仔时代就开始学即个声吗？对哦，自细汉就开始咧学啊，几岁？小学5年级。哎呦，安尼差不多10岁啦5年就开始啊， 5年开始你学。真正厉害。老师，你这个乐器是叫什么？做成尤克里里的呢？这叫柳琴，柳琴。柳琴。啊，你几柳岁？琴姓柳呢？我姓林，林哦。啊，大家拢叫你啥？叫我婷婷，婷婷林婉婷，有，叫林婉婷。还有婉婷老师。啊，这柳琴你嘛是囡仔时代就开始学啊吗？差不多9岁吧。 9岁就可以。嗯。吼，所以讲学这个乐器吼，一定要自细汉就爱开始。嘿嘿。厉害，这柳琴啦！我头一摆听到这个这水的声音，结果是柳琴。柳琴。啊，主唱的老师是。我是刘希。刘希老师 ，Squid，有点 Squid，OK。这条歌是英语和国语拢在内底，啊，还有台语啦，拢有，啊，还有荷兰话。嘿，哦对，你哪会遮搞？还有一支啊，因为恁的专辑我进前有访问过嘛，是安尼哦。做功课对啊。这首歌叫做《八宝公主》啦。哦，八宝公主。啊，伊这个专辑是因这个同一张专辑内面吼，一共头10块歌嘛，啊，就是10个故事，这10个故事是讲台湾10个妖魔鬼怪的故事啦。嘿，就是讲台湾民间的传奇，譬如讲拿豆子。哦，拿豆子我在内底。啊，他说这个八宝公主是倒位的这个新村当地的这个新名，即马咱讲新名啦，嘿啦。哦，
因的歌是和咱的在地新民有关系，有牵连的。妖怪嘛，其实是妖怪啦，嘿啦，啊，咱尊敬咱讲神明啦，嘿啦。啊，不过八宝公主真正变做神明，哎，后来神格化，神格化，红台做神明。了解了解是咧了解。唱讲啊古早的故事啊。是啊，另外三位老师，拍鼓是周老师对吧？看到三个拢挂目镜，啊，你是keyboard 老师，啊，这位是贝斯。哦，贝斯啊，拍鼓老师迄卡汤啊是你，迄唔是嘛，迄唔是汤啊，无啥。你讲去卡汤啊，迄是个鼓，迄是鼓呢，迄叫做香鼓啦。歹势，我对这都较无了解啊，失敬，因为我叫是讲迄是倒位来这有无？放饼迄个饼汤安尼啦，我叫是安尼，我就感觉讲这个乐团嘛真深刻，就是讲经这个歌词啊，这歌的内容，较会讲咱。甲咱的台湾的民间的这个生命的故事有关的，这是啥物人的概念？开始是我，是你吗？你是捌叫鬼地着？中二魂嘛，就是看那个《鬼灭之刃》哦，就变做鬼进去。我看到，对。像迄个咱写一首歌是叫做《拿刀记》嘛，啊，你敢知影拿刀记伊本名叫做啥吗？我唔知影拿啥物？伊说李昭娘，李雕娘，哦，足侪人叫是伊讲伊说李，哦，啊是死伫拿头树的边啊，拿刀树的边，因为迄树是叫拿刀树嘛，所以叫称呼因为拿刀树安尼。其实咱细汉时阵有电影啦，电影迄个时阵我阁有叫吓惊过安尼啊。哟，哎，讲到这吼，啊今仔日吼有传一个单路来啦。哎呦，单路，来，有咱的红包、甲那个毛巾、甲扇子。安尼，来，你原来有出 K 线就对啦吼。刘鱼来，你摕我阿伯啊吼。阿伯，感谢。阿伯是伊啦，我有伊。喂，哦安尼啦吼，这声东锵啦，这种东锵啦，东锵。诶，这设计嘛是真深色吼。好利家仔啦，嘿啊，英文名叫好你个仔，边缘转型术。对，迄中原就有诶，迄八宝公主啊，是，还是拿刀子啊。有。啊，这是第一张专辑，啊，这是第二张。这第二张，哎呦，看卖。恁是几个人是宜兰人？阮5个拢是。所以因拢真正就在地，真正在地。所以甲恁问者吼，恁敢知影讲洗澡宜兰在地安怎讲？洗文书。本来囡仔时代就是讲洗文书嘛，讲洗文书吗？文书就是讲身体啊。是，文书啊，文书上上诶。所以，我今日分书感觉无啥爽快，敢安尼讲？会啊。会哦。会安尼讲。辛苦的分书啊。来，这边第滴滴，大家接者看卖咧吼，来。有一个足甘甜的呢，足甘。咱这边搞好水，咱宜兰人都知影搞好水，然后所以宜兰搞好水地就滴滴，菜嘛滴滴，这就是咱这边的语言习惯的，系啊。啊，恁这个乐团讲是已经成立8年外，当初是啥人开始组织的？其实咱4个人是同齐啦。阮是，你是同齐？嘿。啊，你当初是安怎想的？你讲，无来做一个乐团的。为学校愈毕业，学校毕业，啊，你讲啊，无咱来做一个乐团安尼嘛？啊，大家拢转来出来，像这只伊是为法国转来。法国伫学啥？去法国一队。Paris 啊，哦，你在法国差不多几年？4年。4年的时间是咱的乐器去遐，啊，搁学因的啥物嘛？学爵士钢琴。哦。啊，这只嘛是啊，伊在法国4年，啊，你去对？德国。啊，德国。哎，下一次呢，我就玩我是外人。哎，你那会足搞啊，当你也弄啊。我是外人，你捌使过哦。来，安尼请换一个，来法国话要安怎讲？我说是我冇รู้德国，哎，我就爱讲这个。啊，法国人跟德国人对话。我想说，我想要听你的，奇怪。我是想要去请换讲，迄中的之间的落差伫咧倒位。真系真无聊你啊！足厉害呢。啊，你咧老师，你咧德国几年？要4年。你嘛是4年，迄当中是学啥物？大提琴。
切肉，切肉，啊，这个刘鱼不得了呢。刘鱼，伊吼较早其实我，伊是阿根廷，我访问到伊的时阵吼，伊是另外一个团体，叫做大女孩。哦，迄个时阵伊是唱歌的3个人的团体，同厉害就是讲伊啥物歌拢有法度唱。所以讲老师你是，比如讲台语你换通，英语、日语、法语、德语拢会晓讲。无啦，其实我拢一点仔尔。就是最原本的一个团体，因伫第一张的专辑的这个边缘转型术的这个专辑的，马上吼就入围到金曲奖吼最佳台语专辑，啊最佳年度专辑。吼，啊，佫有即个嘛，摕到最佳制作人啦。哦，所以这个专辑是非常的厉害。即摆少年的囡仔应该是做听恁的歌的款，吼，爱加做一寡宣传。啊吼，这边是恁兜的地方啊，这是我家地。其实这版地迄吼，我知影。我最后我要办过，你捌看过我网络的节目？对。不过迄较轻松啊，啊这个无共款。今日要安怎较无轻松？恁版地方式是？我有一个我阿嬷，真厉害的老师，你看伊阿嬷，然后请我阿嬷家的版地，然后介绍一下。阿嬷底下有。哇！阿嬷你好。阿嬷你好。阿嬷你好。哇！阿嬷今年几？应该90岁啊。阿嬷你好，阿嬷你好。哇，下昼时啊，你无困一下觉，搁咧安那版地迄哟？有啊，有困到有困啊吼。有啊。平常时啊，阿嬷拢有咧版地吗？即马无办啦，较早即拢去版地。哟。拢用手挽的，即马拢用机器菜。安尼吼。用机器菜。哦。啊，这会恁的袂？你会恁的袂？会恁的啦吼。你孙啊，无唔对啦吼。对。我阿嬷袂认孙啊。有。啊，伊是你的大汉孙。对啊。有。安尼我甲恁斗办安尼好无？好啊。安尼要哪办，你才甲我加一安尼啦。哦。啊，我替去客无安尼。安尼办遮济，我去替者。哦，安尼，来，我甲你替者。来，安尼你搁甲我介绍，安尼我较会知。来，你办袂去？我囥喺遮，来，你讲，我甲你囥喺遮。哦。伊就插针安尼办，安尼办2叶一针安尼。你真正进前咧做一工的这个苦工拢是有价值的呢。我毋是做一工，我得讲，做一工的苦工，你就要穿差不多10工的时间落去学。哦。看是安尼？你看吼，阿嬷今年90岁啊，搁会使版地，伊差不多80年用咧准备要安怎办？你知影意思？你知影意思无？我怪你办的手速够紧的。嘿啊。来，阿嬷来，你囥遮袂？你甲囥遮，嘿。这多真水咧，这赞咧。嘿，赞的啦。赞的。对无？算知影。嘿，阿嬷，比如讲你早吼，咧版地时阵，你会拿麦拿杠开杠安尼袂？会啊。会嘛吼。嘿啊。哦，你来看。阿嬷，你敢知影讲有一种小波歌？是哦。啊，这边看个，迄边山。迄边山的人即马听落来，莫搁唱啊！对啊，你会晓。对啊，我头拄唱这，你有听过无？有啦，有。啊，嬷，伊早原来会晓唱呢。袂晓啊。哦，袂晓啊。较早版地拢算斤的啊。迄当初啊，一斤会当趁偌济？迄当初啊版哦，真好价。好价吼。好价。迄当初啊好价。迄当初那地菜地米嘛真好价。哦，迄当初真好价吼。真好价。安尼收老，这个食。哦，这就唔免啦。阿嬷，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啊，你这金孙吼，伊做代志有做溜达的无？做拍拼的袂？有哦，真拍拼。安尼好。安尼好啊。系啊。来。啊，平常时啊，阿嬷即摆搁会当要厝的工煮食袂？啊，煮食办单啊，你家己食会晓啦。哦，安尼吼。有啦。有。阿嬷会晓做熬煮的袂？
有啊，我早细汉有食过阿嬷煮的。哦，这阿嬷煮的嘿啊菜就是上好食。对，这有讲影。实在对无吼？阿妈这是啥物茶？不要讲啦，我较不要讲，这叫白露，白露，白灵仙的白露，白露茶哦，白露。白露啦，啊是属于乌龙啊，是属于啥物？无，伊这是打茶种尔。茶种。嘿，啊，伊在做绿茶、红茶、乌龙茶。哦，会当做绿茶、红茶、乌龙茶，这是看中咱要去暖茶啊，还有去烘茶。这个中的过程去决定伊是啥物茶安尼。哦，是安尼。白露这个品种是讲台湾是。应该讲台湾的种安尼。伊早有发展，啊，毋过后壁发展有臭臭味，啊，人无爱啊，就我单调。啊，毋过阮后壁结果家做红茶，做好面的，变阮心袂上好红茶。是哦。阿嬷伊早嘛无做红茶，是阮即代个开始做红茶。是啊。系啊。所以讲阿嬷，你感觉讲做乌龙茶较好，还是做红茶较好？咱都在人食的啦。啊，在人食啦。因为即摆就是。囝咧做乌龙嘛，啊孙咧做红茶嘛，伊也袂使讲做到上较好啊。啊，无伊做红龙。阿嬷身体机能是最勇敢的呢，代表讲阿嬷就是逐工拢伫即个天然的环境之下。阿嬷即摆若是讲突然间若落雨，是毋是都袂使办啦？有啊。有吼。茶较袂芳啦，若即晚的时哦。较早分咧中昼晚的，嘿，中昼时晚，就较芳。哈。再食透早晚，嘿，就较袂芳。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讲晚茶爱过豆。妈妈嘛来遮斗相共呢。阿姨。报告晚的。我斗相共诶。啊，这弟弟吗？对啊。这个是恁小弟哦。弟弟远亲的弟弟。哦，你好。茶蛮好，这就是茶青啊。茶青，茶青啊，都放啥？放之前你食看卖。来，啊是要食伊的心，啊是要食叶？拢使食，啊是讲心较苦尔。哦，安尼啦。这食叶啊？这较水。你是安怎分辨讲都一个较好食？这是做阿嬷办的。安尼一定食，我食。足水，真的啊。啊，我食。有无？因为伊感觉苦苦甘甘无。因为阮会袂歹食呢。因为有的地叶地菜啊，较无水，啊这个较水，所以食会较苦甘。我叫恁讲起，我无食煞袂使。干嘛呢？安尼食好食的，看我食看卖。会袂歹食。对哦。这弟弟是几年厝的？80人。80人。我看起来啊，遮少年，看起来比如说18岁安尼。哎呀，回有小好啊。啊，你几月份的？5月。哦，5月初，你敢会是7号？对，7号啊。哎，你两个人竟然是同一天生日啊！哎呀，实在是太有缘了！来，徛这。结拜为异性的兄弟啊，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你中人差不多得要一架子，你甲人拜。安尼我拜落。来，你甲拜。我拜，搞歹啥？我是啦吼，唔通拜。因为咱两个结拜啦。既然吼相逢自是有缘啦吼。有缘。你厝咧种茶吼，啊你甲厝斗相共的时阵，你会怨叹袂？还是讲你做即个挽茶代志啊，做炒茶，你其实是非常欢喜的。我觉得算开心的。哦，较欢喜。所以讲，你若讲连讲这片茶园要互你做，你有要愿意做无？愿意要做，把这个传承下去的。哦，所以讲安尼这代志吼，妈妈在边仔听着欢喜啊，因就要传承落去嘛，对，就是安尼，兄弟同心啦，积累长金啦，咱即摆就咱遮倒出来吼。我刚才一点点啊，我来就少。你看，你看我这还是阿嬷，你旁边俩臭屁啦，这内面拢阿嬷捌的，你当做咱拢无看。还阁有，还阁有哟。过来。还阁有。哎呦！所以今日咱这批就是要摕来做绿茶。嘿，阮就炒掉一个绿茶嘛。哦。所以等下你家己加炒，然后伊
片的芳，啊，咱就爱用片的，然后听的，佮有看，因为你嘛是袂晓炒炒会大。来，先甲迄落。做二个上重要的是买炒甲芳，炒甲芳，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买炒甲烧水。哦，啊水爱甲脱水啦。哦，来我试看卖。哇，厉害厉害！哇，你来，你来，来，这个来。下卡，下卡。哦，就烧诶。哎，摸起来皮靠。哎，地芳营造出来。有这朋友。有啊，来，你去我手龙，我来。有手龙哦。嗯。咱也无较早讲。这样你要炒偌久？这特别好啊，你讲种头啊，啊伊嘛是头啊，你片有一个巴甲迄个柑仔的芳。收一个芳味啦，咱讲是。真正有呢。所以早无加气的，就是安尼炒，就是主要你体验就讲，你用片用看，然后过来听伊声音，啊，甲地炒好，差不多。炒头啊哦。系啊，伊就是头过啊。头过啊哦，安尼即摆摕起来吗？差不多摕起来，我要准备要第二个工课啊。来出，来，倒食，咱倒食。阮炒好啊，就是摕来食，准备拖地啊。啊，拖地迄工咱食饭，爸爸有讲着用卡吞嘛。嘿，啊，你们有卡吞吗？用手吞吧。哎呦，手吞嘛，规日稻草遮。稻草是要摕来贵的哦。嘿。最主要安尼较会记啦。那我们先把它散热。拖开，内底有一寡水气呢吼。要想象手中一颗球。然后手顶管有一个球啊，你要洗。你要洗，甲靠对洗衫，你有洗过衫就会洗。顺时钟。你认为这看起来要做成迄个什么？嘿，什么？龙须菜。龙须菜，台语怎讲？香瓜手。香瓜手啊！香瓜手啦！香瓜手啦！对。但是阮这烂地就是为了要甲伊尖烂出来，无你泡个地味甲地芳尔。哦。咱头前是炒芳嘛，然后这是烂地味走出来。哦。所以你手，你来评看你手，你芳芳地。有呢。上条轮啊，阮这差不多啊。嘿。然后阮嘛差不多时间来洗分数啊。哦。所以咱若准备者，啊，毋过有一个要求，我甲伊问者讲，我会使跟同齐洗无？你同齐洗？啊，我看你电话啱无？来，做个洗分数。好，无问题。啊，咱安尼做伙安尼浸这烧水洗分数，会伤活袂哈？我安尼甲你伤活，我强要吐啊！你为什么要今日安尼直对一个查甫遐尔摆跳？因为今日查甫嘛毋拿我啊，啊有福哥啊！咱隆重欢迎今仔特别来宾阿虎啊！因为咱是讲洗分数嘛。到宜兰啊，一定要请一咱洗分数的原型的人物听，行吗呢？欢迎。
在这种环境之下，安尼洗分书过人吼，灵魂拢去安尼洗甲非常的清新气气，清清气气。真正。甲恁报一件好代志，是咱的工作人员。专工，咱即摆是咧东山嘛，对，东山。专工走去3星买迄个三星葱的红油饼回来。真的哦。真的，两头甲欢迎者，欢迎阿昌子啊！啊不对，好要不要？你不创啊啦？无。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做喙手目睭真正，欢喜个来。哦，人生的大享受。哦，好食吗？哦，而且是摕恁兜家己后壁有这个机会，咱遮浸烧水安尼哪食对无？咱浸烧水，咱有一个特别的面方，达到你是做地，做地，对啊，迄地菜会遐摕浸，第一个下落，我先姑娘，说先姑娘船啊，嘛是。安尼，你先甲你好不做？你做用的吗？你做做的？有。你早晚洗身躯啊，阵身躯会痒嘛，啊，得用茶米洗身躯。哦，有芳呢。哦。啊，你再泡个茶芳的汤的感觉诶，真正诶，毋是咧泡汤，是咧泡茶。泡茶，泡茶汤。诶，毋过吼，我听讲恁东山这边种茶啊，像我过去有咧做迄小波瓜的文化。恁遮的茶有一种茶叫做细鱼仔茶哦。细仔茶特别，迄就是因早晚遮无名，叫负责长官就来找阮来了名茶，然后茶农讲安尼无，你明了安尼看开口安尼搞好一个名，感觉安怎？嘿，结果伊有带一个，因为叫细鸭，迄个叫红粉知己，当地来，然后当地来，啊伊都拎起来胖胖啊，瘦瘦胖胖啊，所以叫寿星，然后用伊个名来号，变讲是啊细鸭茶，然后都是小山茶的名安尼。我讲，这名都无水啊，嘿，当然湖水。如夫人茶，哦，如夫人啊！以前时代是在三车四车嘛，对不？所以叫做如夫人啊。这个名是后了较水，较水。像其他的名就较歹啊，就对人无尊。所以我就是安尼慢慢去甲伊讲，当时甲人讲这故事，然后就开始就研究咱宜兰东山的物件故事。哦，当咱咧开讲的时阵讲，咱阿父啊对咱宜兰的日子，做捌的。讲我听，像阮宜兰第一早就是做。白拿的，所以我就帮白拿做代工。所以像阵代工久啊，叫细鱼啊，就变讲真正常的。就是伊就是大汉就细。然后因为阮早就隔一个山嘛，交通也无方便，所以变讲人拢知影白拿茶，毋知宜兰茶。结果宜兰茶拢去做白拿的茶菜。然后到处就变白拿茶。了解。甚至啊大稻城那边去，然后本拢是叫做白拿。了解。等到你是咧做代工啦，人拢毋知影讲其实真多是遮生产的。啊，因为平来伊的这个名较有名声嘛，啊，就直接为大稻埕遐就销出去啊。啊，销无够，过来就真的。啊，就来遮叫。落尾是为你开始搞讲啊嘛，还是像开始？无迄阵应该是我这时代就是拍电脑嘛，电脑较厉害就知影讲，啊，甲这故事啊，甲人讲啊，袂使讲大家出去卖茶，讲啊，应该是白拿的茶哦。啊，佮讲一下咧，甲咱的茶家拢去用。看无就是，就人过跳过人过迄种感觉，对无？啊，明明就接好，啊，就是拢爱去用给变讲人放个品牌，安就无好。啊，想我都家己来试看嘛。所以讲真侪以后，若甲来个宜兰佚佗的人，袂讲像讲宜兰的特产是啥物？啊，就鸭掌啊，啊，就木薯饼啊，啊，就迄个啥物三星葱啊，对无？结果佢即摆佫第一项，或者宜兰茶。宜兰茶啊，都讲到宜兰茶，大都面话，食完来食边仔茶就好。来，我这个以茶代酒来敬你。今仔日咱就会当来遮吼洗薰书，看到遮好的风景，你搁带阮两个去食好的新凉鱼，对无？对啊，拢是你的功劳，来，感谢啦，感恩，谢谢，谢谢。哦，这。东山的茶真。你那只芳啊，你内底有一个清芳的，你这有淋其他的物件吗？无吗？应该有加油啊花啦。加油啊花在内底烘，有这烘开，因为这个是油啊嘛烧袂起嘛。这是啥物？这是啥物茶？就是乌龙茶青油啊花。哦，来，你其实知影故事袂少呢，而且你对宜兰在地这个吼风土民情啊，你是最了解吼。你有想讲要甲这个故事甲这个一合起来，然后铺伫咧网络顶？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你写一本册。有写一本册。你有写？对啊，就是甲宜兰的历史啦，然后甲地理同齐去甲伊创作
一本册出来。哦，啊，迄本册册名叫啥？宜兰茶经。所以讲，你对你这个茶厂吼，对推广咱的宜兰茶，将来上大愿望是啥呢？上大愿望是咱宜兰来会倒来宜兰。哦。因为这嘛是变一个产业那阵大都转来，都免久走台北。以前就是走台北，走甲当去台北趁钱足艰苦的，啊嘛是因为宜兰毋知做出来较好物件，然后互人转来宜兰。干一杯啊！希望你会当达成你的愿望，好不？好。宜兰歌好，宜兰茶金，东山歌好，东山歌好。是，哎，我，我知，啊，快勢，我知，哦，明仔暝茶吧，哎，啉茶，哇，早些啉茶上大好啊！我前朋友住高雄嘛是，总是早时啊，差不多5點半就起來啉茶，7點開始做事安尼。哦，提醒信者，真的，謝謝。哎，歹勢，啊，這位是？阮祖家。哦，妹妹。大妹妹。來，謝謝，感謝，你貴港的招待。哎呦，真正足好啉的。啊，爸爸甲弟弟已經去訂啊。做工課啊？有，做工課。啊，阮佇厝內處理一件代志。是。哎呀，对。啊，即擺你有咧做，謝謝。啊，即擺有咧做這個網絡營銷嘛，吼。就是有用網絡互人看到阮有做什麼茶，然後做什麼代志啊。而且嘛是啊，消費者知影講，阮茶是安來，然後安怎做，啊應該安心。明白。好，啊，咱毋是要對。送錢啊，什麼？我跟你講哦，小禮物安尼。太上因兜遮攏變學有哦，所以嘛特別傳一個，會當互伊即做隻紀念的呢。掛佇迄個壁頂呢。看咩？啊，媽，謝。我食過。媽接。即我若是感覺小可心意啊。若感覺講無啥滿意，不要緊，我再轉去吼，再改過，再寄來，請看。哇，讚！哦，來去恁兜洗婚書，咱來去食茶啦，吼。宜蘭的蘭呐，蘭來。袂歹咧，這阮的節目的名啦。對啊，做紀念就好誒。安尼吼，啊，這個我幫簽名。請後邊好。大常謝謝，感謝你，好，謝。啊，我嘛送物件你。安尼，媽咪啊，哎呀，送一雙小意思。啊，感謝。哦，謝。兩個，來。哇，謝謝，哎呀，姐感謝呢，感謝呢，哦，謝。來上大我送你。好，謝。吼，我著行來個車吼。我都唔敢走，你知影？我嘛是咧。看你頭前你田兩安尼，有夠水的啦，是毋是安尼？佫留幾工啊？我是歹勢啦，吼。係啊，佫想講安尼今日暗時佫要食啥？好啦，係啊，謝謝啦，好做啦，謝謝，感恩。好啦，感恩啦，謝謝。拜拜。沒事。謝謝呢。謝謝哦，啊，加拜年哦。講是我甲泰山來宜蘭，吼，啊，你若是有來台北，嘛當敲電話來。咱員工有
加来啊，有啊，无问题。无一定是我甲伊来，嘿，无可能会甲雅文做伙来安尼。你为什么你不？哦，挂了。唱会啊 OK， 嘿嘿嘿，拜拜，不要拜拜，不要拜拜，安全啊，拜拜，谢谢，老板，拜拜，再见。宜兰地金哦。OK，拜拜，来哦。真正有影，我细汉的时阵呢，爸爸妈妈拢讲啊，迄伫咧厝诶，咱规工咱看电视来去迄个接触大自然吼，来去看山看海，看有绿色的这个吼景致，对你的目睭较好。因拢无这个困扰，因想要看绿色景致，啊，你行去门口口就好啊。门拍开就有啊。对，门拍开，对哦。电视禁起来看。各空气全都来啊，呢。你宜兰这所在呢吼，伊的环境保持实在是太好了。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宜兰拜拜。